好，嚟到咧2020年咧最後一題45題啦，呢題咧又係好好做㗎嚇。咁你留意到咧，其實咧而家只不過係3、5、9、11、15、17。OK，佢哋全部一齊加咗20A 啫，全部都加20A。好，咁咧嗱，本身咧3、5、9、11、15、17咧，你要揾個 SD 咧係計數機撳唔到嘅。跟住你要揾個 variance 咧，只不過係 SD 嘅2次方，都係計數機撳唔到嘅。咁咧你小心啲撳，應該咧一陣間咧就會撳得到出嚟。咁咧撳到係25嘅。好啦，咁撳呢個25關呢個咩事咧？咁你睇清楚咯喎。而家呢堆數字同呢堆數字只係相差咗乜啊？就全部加20A 咯。OK，咁我曾經講過嘅，當一堆數字全部加同一個數嘅時候咧，呢堆數字同呢堆數字係冇散過嘅，冇集中過，冇散過。咁所以咧，不論佢問 SD，不論佢問 variance，即係方差，不論佢問 range 即係嗰個叫做分佈域，或者 interquartile range。interquartile range 咧就應該係個4分位間距。OK。而家畫面咧，呢4樣嘢咧都係度啲嘢有幾散嘅。由於頭先呢度去呢度只係人加20A，人加同一個數咧係唔會影響佢散咗或者集中咗，所以1樣、2樣、3樣、4樣都應該不變。好啦，不變，我放手咯喎。呢一嚿嘢剛才撳到呢個，既然不變，呢一嚿嘢係咪都應該相同係25啊？咁就完結啦。